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維視 Q&A。呢個環節主要係幫大家解答一啲常見嘅問題。開始之前提一提睇緊嘅朋友，記得 subscribe 同埋 share 我哋嘅 channel 啦。今次嘅主角係 Neua 嘅 NTX 系列，我會用 NTX 50做一個 sample 嚟講解。佢係一支完全潛水式嘅暖管，鹹淡水都啱用。佢由50火去到300火都有。佢最大嘅特色係用沙傳熱，而因為沙粒係用人手注入，然之後再封口嘅，所以有機會出現電源燈偏暗，甚至係睇唔到。如果見唔到燈嘅話，可以檢查下電源有冇插實，同埋有冇開翻個總掣，然之後可以感受下究竟支管有冇發熱，都係冇反應嘅話就可以試下換 fuse。如果呢幾樣嘢都試過唔得，就送去保養啦。而暗嘅原因多數係因為沙粒太多遮住咗電源燈嘅啫，留心少少其實就可以睇到噶啦。或者係因為封口嘅時候對唔正，咁大家可以放心，基本上都唔會影響使用嘅。呢集就嚟到呢度，如果有其他嘅相關問題，可以喺下面留言互相討論。拜拜。